前後着確顯人，誰跟我會和解？生意何所，總是寂寞。於是誰不知怎去找有錢人，無心見碰到你，無心愛上是你。當我察覺更是落寞，最易是消失難過。或許是雨來得太遲，又有辦法重新再來。或許未來有什意外，夢中是誰跟我相愛？